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该等伊同写了心酸的爱，月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伊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错啦，小妹吼出饭去做点心。哦，好生无哈，我老实讲哦，唔是讲吼，我要诉讼啦，我遐个人哦，唔讲批评的啦，嘿嘿。刚好刚 OK， 我知的啦，一定咧痛，痛不用啦，错噶，佢个痛咁样折好好，一定咧服。没啊，俺们总都付钱的，真离开。啊，仁姊啊，拜托哪拢来讲，都在那边做唔错啦。唔会啦，真好势。杨师傅人爱好，伊晒系有学习强强嘞。真嘅了，师傅没有事。给你让我讲啊。佢哦请中意，跟欧农姨讲哦，会做菜吼，不但安样哦，还要做点心天分哦。真嘅了，哦，师傅啊，你好讲啊，当挑了。哎呀，仁姊，今日家庭哦，今日下做新嘅点心。新的点心哦。古说呢，呀，都会帮咧，实实等下去买个点心的材料。行啊。对，我吼菜就忙准备好呢。哎呀，真是行啦，最多哦，我转来哦，张龙真叔处理啦，实去转来啦，行啊。哇，客家点心要按图做哦。系啊，你俩人点哦。是讲唔敢讲嘅，做9层班嘅米做整3点钟按叫哦。哇。每餐吼差不多要吹10分钟，9餐哦加起来差不多要吹2万多叫时间。啊，大家还分开做。哇，咩？算起来，哇，5点钟诶，这时间根本唔拉用个啥？我打做吼面试真好嘞，等下转移啊，是昨天先做的呀。哦，阿成绩证明是阿成绩，唔该，连亚个步骤哦，就算得准啊，你怎么算命了？电话讲下做嘛？天公鱼咯，我等下看下。真嘅咯？数上买起来。OK。小八，嘿，我买一份蛋槟榔奶茶，你要冰的吗？青菜啦，好加杯就好。好。你来做嘛个？我来吃麻针啦。唔好过来哦，今日都好看，给你买东西。给今晚时间要转啦。俺唔知啊。我买做点哦，我讲你做那时会冷气嘅。你这人都奇怪，俺不开有没东西做的事了。你还爱是唔是啊？你不用给骗就好了，等佢做了，俺会老佢讲啊。不过佢一天唔会适应买嘅。我做啲啊点嘛。做唔得，你莫唔記得要給保護天哦。嗰排先，咁我就不用了哈，麻煩拿回食哈。
来噻，什么啊？叫啦，外母考唔欢迎你啊，莫过来啊！哎，阿珍姐，安尼东西买得差不多的哈。嗯。那也还有一种问题，个9成半，总嘛总难做8成半，应该10成半。其實嗬，我本來未諗窮咯，有兩隻問題啦。不過好啲嗬，我要嚟查過咧，我要俾人講。你9成半嘅9嗬，是代表冲冲救救，意思是講嗬，請好人嘅意思。哦，冲冲救救，咁所以做9成半。係啊。哦，幾捱啲咧？哎呀，真是，我發覺吼，你真係動槍咧，個點是做得很好食啦，連一菜名都有研究呢，哦，實在厲害。生意有用了嘛？我啦，謝呀。阿珍，峰貴，哎，你做嘛呀？哎，俺就知道，你吵得要哪里分，就为了公我呀？沒啦。你冇打咧？你做乜打人啊？你係打鬼，係打不起手呢？阿珍，歹勢啦，我聽傳統啊，我冇講按大旗嘅。係勢，咁樣嘅喏，事情搞唔清楚亂打人啊！哦，大班在那講唔係勢哦，唔得啦，你冇事情的嘛？阿珍，我真的懂愛你嘛？我就是還買奶茶，老大沒危險，冇錯呀。我很拜好，我好帶你啦，我冇願意，我講買你嘛。阿珍，拜託啊，最尾拜，最尾拜，最尾拜，我有機會好冇？阿珍，聽我做戲，阿珍，聽我做戲。阿珍，你哦是真好、真乖的媳妇，因为是做得过真好的媳妇人出，家才好老公。因为偏偏俺拄到俺样的生来咯，唉，很难精神上哦，受到安泰的打击，万一哦，你们清楚搞掉。吼，叫做男明人哦，真言都奇怪，很用的啊，伊还唔记得哦，报复你迄买个东西哦，当年就有请阿珍姐，还打你，很矮哦，你做就去报警啊，不给哦强制驱离。嗯。係啦，有用嘅冇啦。呀，冇問題啦。嘅唔係嘅阿珍姐哦，都前面人係懂的，這種嘅功夫哦，我喺做戲哦，保證佢3日3夜冇辦法面床。好彩哦，有很多不考，我会发现不考哦，全部做一些模耶。有一张南美年哦，真年较好用。嘅當然嘅咯，我細細個吼就開始在練功夫，像安尼，迄講啊，有人干來那邊鬧事，無像啊，這種人來講，用那個保全主任出面啦，絕對冇問題。你姐，有聽到蹦一聲，青苔上嘅聲，蹦，我啊，哪邊？你姐，你聽下清楚點誒，有人哦，吹牛皮吹破了啦。唔講嘅話冇意思哦，我真有練過，來，唔先吃飯啦。來嘛噶，我用唔散唔食，來。來，吃。按槍哦，壓起嘛噶壓啊壓。公主講我冇人記哦，逼到要動通哦，來啊。都唔得啦嗬，應該就會嗶。你動槍啊？有。你用槍都俾我買啦，冇得去打追鼓的啦，對啦，吹腳的啦。哦，唔是啊，冇問題啦。叫你來吹腳的啦，安尼都較腳好啊，哈。係啊，我頭睇住嘅吧，來啦，做嘛？坐嚟。你知啊，眼淚珠過嚟。又打到呀？阿妹啊，阿珍用啊。
是的，什么？几下摆啊，输到个大鸡毛，真言太太了。本来想讲，先个15就做得开始了呀。我想到文贵还唔系表述，佢两嫂就离婚离得唔就好咧，他个就做得追求自家嘅幸福啦。唔讲咁简单哦。系啊，之前韩公语去甲改过诶，请某人来陪阿珍去压力，最后社会去甲刺杀，本人来到佢真言弄出来个，好啦，而家全部标出来吧。哼，冇个主用暴力，死都冇改。讲下金边咯，带阿珍去山上鬼门拜拜好咧。搞本身处理什么对天数呢？哎呀，俺不要点吼，今日还去无烦啦吼，我可以点啊。阿珍阿哥俺不要必休息咯咧。师傅，救命！救命！哎呦，还有台上做嘛干啊？你哪边去？又不会痛，来啦！莫个不会痛，加自己，拜托，较细哩着，较细哩着，咱的起码真叫要存人命，拜托啊，莫做天数来过用啊，还其他呢二次障碍啊！他调查好了啦。就安尼，阿妹你讲法嘞，来。较细哩啊！台上用洗炒开水。这没有吃吗？好吃了，慢慢吃了啊！好，吃。安尼嘟嘟好嘿，说对了，嘿啦，好，又吃了哈。来了，你敢吃了？吃了好啦，吃了维他命 C 呢。以后刚刚吃了呢哈，好了。哦，佮送东西把真去塞的啊！阿珍哦，闺女也就冇食东西嘞啦。当初送嘅，面全部过去啊，點解冇食啊？講 VQ 唔好是唔落啦。哎，闺女也就冇食東西，身體又會都會掉呢。安尼咪好啦，假使伊家到的攞去講下小花，佢出發出事落去。拜託啦！哇，阿珍姐唔見咧。啊？做嘛咯？阿妹，阿珍姐唔見咧，你看下下嘅。谁呢啊？希望着大家一起来支持我、照顧我。不過，我不但冇法度負擔呢條，還幫到添蠻多麻煩。雖然我哋你買了啲袂到每一個人將唔會怪我，不過若係愛我，我心肝若唔安，我想請求咧。我決定會離開美滿了，替大團結老阮嘅強悍想法。同時，我咪冇想要個連累大家。我哋下唔係挑白街擔死，要驚死阿俊。我學會獨立嘅精神，我會堅強開始我一個新嘅生活，像一條為了親愛，盲目相愛阿俊。呀个阿珍哦，多代都会想买啦，你又会做出安样的事情哦？系啊，阿珍今用我暗讲咯，老要就相处安久的，明明做电影就唔要怪佢啊，做嘛还要离家出走啊？阿珍这生意啊，太善良，就冇想拖你拍啥啦。心肝有硬，到离开东西又冇多带掉呢。我就亲手哦，其实我唔有钱，你拉嘛。阿妹啊，你报警察好嚟啦。冇辦法啦，無當你4點鐘，我都失蹤，警察唔會處理嘅啦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安樣解散咯？唔點用？大家好。唔來幹嘛？沒啦，我是想。你聽比起阿珍，你怎麼歡喜啊？沒啦。我妹帶阿珍做嘢，妹來嫌麻煩咧，
我之前哦，分到啥项，条案都麻烦，整个排泄。我知哦，我做唔得清清菜菜答应啊，但是我真系空出唔知我脾气啊。哪里啦？你昨天不应该讲法好唔好哈？你大白就按你讲，你每次都减少哦。我要当后悔啊，排泄啦。你講都冇用啦，阿整年都冇才，最好那咩唔掂，嗰隻西方人我牽喺度咯。排泄哦，你有看過《夜真面》嗎？冇呢。哦，很仔細。假死啦！好冇意思呢，等你呢嘛，一間嘅見下。以後以前阿姐就不唔差嚟，很定義哦。那你去搞去買飲料，有冇買？哦，我買飲料冇買嘢嘞，哪有啦？吃人知面不知心，不是好人心哦。都會講嘛該啊，嘿，狗咬呂洞賓不是好人心。那就講迄老古板，一系列創新之路。明明就係你唔有講啊，都會講嘛該喏，幾個青年啊。幾個青年。我阿陳姊，敢有可能做唔可以介意嘅？冇可能啊！叫咩講咧？叫我離開就冇想一般嘅就暴力狂前度啊！我說佢一天唔會去嘅就暴力狂做啲前度嘅地方。前面哦，我用力氣，還我用力啊！安尼點嘛哈？我加油哈！用力，還嚟加油哦！佢請問下加持先生，唔知恩雅哈吼，喺香港那邊前，真前面到阿珍姊呢？我記得阿珍姊有我嚟講過，以前有3個時間哦，就嚟叫做暴力狂結婚咧。結婚以後啊，就一直待到入卡，嗰時候冇買個朋友啊，就因為安尼，真為了安尼明白了。安尼阿珍姊就冇地方做得去啊！哎呦，以後佢到底會去哪呢？睇，行嘛街啊？看電視啦，看嘛個天師啊？新聞啦，乜個新聞啊？阿珍姊唔會上唔開啊，冇亂講吧？冇乜事情啦，唔加打電話轉去哦，冇面之後啊，係啊，我都結咗可能打嚟啊，佢咩當就冇轉起嚟啊，哦冇事情啦，佢可能衰睇你，係啊，睇個黑就說。過2日吼，我喊吼，讓大陣轉開你啦吼，好，再見。東西，邊有那麼多嘴？我做還唔大呀？還唔大呀？歹勢啦，你阿睇家以前都較親愛，都較相愛吧。大件擺，像係認為愛讓大家添麻煩，不過你係做每一擺咧，喊擺唔係個發生嘅。不過就會冇看到阿珍姊啦，我看哦，阿珍姊哦，會講下好掉的啊，本佢就暴力狂前度了，我知點會發生乜嘅事情吼。我吼應該談嗰隻暴力狂，迄個阿珍姊正經要錢，錢冇還是等住嘅，不過你阿安哦，真係相信文貴哦，佢有變，還
我真重要呀，阿珍都认出来啦。我来找，条条走出去，讲实在，我要亲手，伊就细妹又无钱，又无人照顾啊。阿妹，以后用干啥啦？你鬼安无了，太早一天嘞，我做你就是好了。某天哦，阿珍哦，天光日就转来，迄无转来，人家就报警啊。总讲阿珍哦，几条钱出来，今日弥漫了模样的嘛，唉，本来哦，阿珍只要荷花哥生发嘞，以后又本白的哦，要离开弥漫了。真紧哦，会遇到衰事，会倒霉一辈子。假词啊，莫搁讲的啦。文贵啊，来看吼，他做条休息好了。迄有阿珍的消息咯，我马上会通知你，吼。阿妹姐，是梦啦，我先来这，是梦大哥。阿珍姐哦，伊遐都听奶喏，佢根本就唔係你嘅麻煩啊！以後喺面晚你無記咗唔得呢？哦，真嘅唔知啊，佢都嘅上馬街啊！佢阿個人哦，就會睇生意嘅啦，想太多咧。佢聽到師道講，文貴嘅事情冇解決，一定會揾太家添麻煩，怎麼做？迄個哦，叫上太多，就會上到一定會按手機啊！阿珍姐哦，真嘅懂夢啊！幾天唔會有事情嘅啦。有太嚴哦，就會按你啦。這個自家嘅想法，老到哎用就會對配衫人好，又唔老配衫人想看。事情哦，真會越來越麻煩。迄個阿珍姐有想到一定會按手機，佢就一天唔會按你。唉。佢講吼，我喺翻工裡面吼，啊叫佢同拜拜，保庇阿珍吼，平安無事，叫佢轉來好唔好？拜託哈，真是拜託。有事情嘿。我想经过你的长老不较好啦，以後不卡發生太事情，大家心情就沒當好。發生哪個事情啊？阿珍姐米起個事情，留了一封信呢，離家出走的。阿珍。哦，阿珍姐最多明晚來噴水嘅咋？哦，還記起啦，沒有印象。阿你下阿珍老不卡，係講
老米蛮留的状况样啊？因为10年的事情，一下样样冲都弥漫了，所以留一封信呢，就离家出走。大家一下抢不住唔伫家休息，也唔伫去到哪到的。阿妹吼，一出当嘅去家妹的，所以哈，伊真係拢担心。我做的天数清奇啊，给用的吼，我记得啦。反正多一3人，多一分的力量啊。多一3年前就多一分机会。啊，你今晡日来请阿妹，还有乜嘅事情啊？其实也冇乜嘅事情啦。我係唔係哦想辦法，係唔係做得哦，還叫請到阿珍啦，哈。係咯，去啦。那小夢唔愛叫轉日本啊？我還會去台灣哦，待一段的時間啦。有啲有事情，公司上嘅哦，會搞態啦。那想等阿珍去前度以後，大家心情較好誒，唔轉來我卡食飯好冇？那我老太家先講吼。可以。這樣你講聽呢哦，跟大先去望下呢。太好的了解嘛，一些先爽我冇，喺弥漫熱情咯，能用為情嘛？就打邊看看的啊，但係俺做的為家頭做嘅事情啊。反正已經報警了，本警望去處理啦。你人這邊我要拜託佢啦，過期啊，我再去拜託一下，然後你一判件事情，判到去歸日本啦。然後也好，請到去上陽去彌補個彌漫的人錯。假使你唔做，你日本也冇安心嘛。係咪要了解我啦？這段時間本人安多嘅麻煩。那個是講得麻煩，還冇留下來依法要做事情啊。講到開玩笑啦，唔好怪伊呢。兄弟幫忙啊，應當的啦嚇。我不到深度的問講啊，佢講係嘛嘅，阿你係冇反應嘅。我咪望到人客氣啊，這段時間咯，我本人麻煩咯，真經按到啦。窮了下，我已經冇啲嘢傳堂做事咧，按講我應該搬走咧，我上海待2位啦，我自己。你同我喺囉嗦嘛嘅呀？你再客氣落去都冇意思，你同我好喺下落去，那個衝突不是對俺日本樣啊、紅樣好係冇？阿你諗我反應未？好啦好啦，唔講你啦啊！好啦，講正經的啦，你同彌漫離婚的事情，那又要判了。你看你做事情亂嚟嚟寫寫啊嚇！哎，唔好同我講你又唔離婚的呢？阿你對日本的義務啷樣交代？對彌漫也唔公平啊！我知啦，不過彌漫到最近事情按到，彌漫唔先關注哦，一定侵犯咧。我想吼，還免留佢天數，請到阿珍較要緊啦。做嘛干哦？去多了做嘛干？明天啊就明天啊，我好心眼了哈。
哎，莫个去到遐行业，俺哪有装神弄鬼啊？一讲讲神去到遐。马上讲神。哎，莫讲神啊！哎，东西写你啊，嘴也撇，安尼要抢哦。啊，算了，莫让我计较。唉，唔对哦，阿珍姐她转来诶，因为家己发转来，唔对哦，伊较好无。其实唔好唔记得要吃东西啊。家子姐啊，以后唔做唔是细啦，因为阿珍姐吼已经在趁伊，老唔莫强用。哎，你讲阿珍姐来无口用，迄嘛个意思啊哈？这么凶的意思啊？哦，你要讲俺幼稚喽？难道讲幼稚啦？还讲天真可爱，张嘴傻逼？嗯？还没口用，意思哦就会都给讲俺幼稚。吼！啊，那，我来出啦，像那种嘴上难的，哎，让我们吞水，有冇？唔是你照顾，俺去搞落就好嘞。嘿。喊严凤哦，是菜。哎，慢严凤啦，来，起灯出啦，唔是掉啦。唔是啦。喂啦，起中意啦。哦，有人讲唔是呢。哦，你个人懂奇怪呢？我按好心要按的哈，来，莫个白的啦。哎呦，就人讲唔是，讲几多遍哦。拿来。我起到迄位这。哎，谁来给管呢？哈？用哪会啊？冇该啊。啊，哪过来啊？之所以拿来，做生意的用的。吃饱了啊，这个面上升的，好按时哈，早下起来。哎，要前照。哎，按时。跳家。哎呀啊。哎。我来去啊。哦呀，路啊，来看看哦。哦，就在附近的呢。哦呀，你哈，你看那条路侧行哈，到红绿灯的地方哈，再右转，你是公差的地方，你就给2点就可以了，啊。喂！哎呦，阿 Q， 你根本没事打我啦！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你莫跟我踢哪按欧洲啊？你给他说说啊！哪有欧洲啊？你这根本就看不到垃圾啊！没事叫我扫什么地啊？是你有洁癖吧？唉，要是你像你这样子有洁癖哦，小心哦，讨不到老婆哦，一辈子哦，就是。阿 Q，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哈，其实好了，我问你啦，美满楼那边哦，就阿珍在小什么啊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到处都找遍了，还是找不到阿珍姐啊。这搞了啦，阿珍哦，情同姐妹呢。一定懂难过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不止叫大姐很难过，美满楼里哦，没有人安得了心哎，你知道吗？阿珍姐哦，算是他们家里哦第4个女儿哎。我要嘛老一条天数然后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拿着，我跟你讲，你好。去送瓦斯的时候啊，就顺便找他，然后啊就一直问啊，一直用问的问说，你有没有看到阿珍啊？有没有看到阿珍啊？一家问，然后顺便又可以做生意啊，对不对？千万哦，不可以让她老公先找到，要不然呢就惨哦。
钱，想抢分透露黑暗困难的事情。不过，想透白阿曼日，问是我们全无条件来收留爱，还不爱透露，不爱说，不爱带。 消息，警方暗夜内里提起9日嘅疑案，发现伊嘅妇人家自杀过身。警方调查以后发现讲，亚嘅妇人家因为无法度认识到老公死伤打击，才会离家出走，采取第一个离案，手破砍来自杀。亚嘅妇人家嘅老公来到命案现场，看到自家嘅母娘尸体以后，无法度接受到母娘已经过身，也对自家以前死伤甲母娘嘅暴力行为感觉非常嘅唔应该。 唔過呢，因已經來過身咯，無論佢嘅老公樣扮輕佢嘅伴娘，也已經觀察咯。阿姐，你唔係講啦。 阿姨啦，您差不多。太好了，准啦，一些消息就冇啦。冇想到簽證人哦，很困難呢。當然啦呀，假使有事咪拼起來，一樣會錢咯。某天一個已經出國了呀。你想啊，當時離開世界啦，愛上哦，咪買下親戚乜鬼事啊？啊？然後望望咧，呢望冇朋友，我哪係錢啊？你講錯冇？ 錯啊！唔係哦，唔係冇嘅嘅意思嚇，係冇講咁多嘅咧。捱啲啦，當然本來就係捱唔錯啊，但你下爭啲哦，呢種事咪動艱苦啦。我目標嘅前面哦，愛手機安全，手機有失嘅冇，有水好冇，身體係唔係健康嘅？ 他明白底下唔對聽出錢點正經簽到現場講啦，他自己嚟啊！我希望係哦。好。阿珍，希望你交到做美满的，我愿意无条件让强制离婚。还有好心的人，顶牙顶爱，想交到人的联络。哇，嗰日份玫瑰哦，真勁用心發現嘅啊！眼看就真唔起，呀哦，已經哦有個記哦，想要老阿珍騙出一個招數啦，你真唔小心哦，結果良心發現。唔會吧？你看你當哦，點樣講？阿珍姐哦，一實實盡落去吧，佢願意無條件，然後佢強勢離婚。暴力香港嘅話用做你相信啊哈？哎呦，你死條人奇怪啊！唔通暑假唔是透過嘅？人之初性本善啊！唔把到所有嘅人全部發現嘅嘛，雖然佢會打人唔錯啦，做佢講而家係地飛吃乾啊！連太美，
你还有健忘症哦哈！你莫唔记得哦，今日大过年，伊也就还蛮好嘞。很多人讲嘛个人性本善，你哦，迄对讲七家吧，按叫就原谅记。哎，做伙吃都已经上清楚诶，今朝要看呀，不用阿珍去吃伊。嘿啊，你哦，亲好啦，记尾不用阿珍去吃伊，我做就不用嘞啦。你迄无通讲人性险恶哈，吼，记哦，无像伊上个按善良啊。你总爱本人捌记飞咩？本人亲都捌记飞啦，迄唔对恁听啊。两个有体草嘛个？你这样，给暴力狂啊！看嘛该寻妻启事啊！嚯，哎，你姐，你冇知道给个心机超重哎，我想要用这招来骗阿珍姐呢，正经都求高啊！哎，拜托我嘛，你迄条所有嘅人动作会反应嘅嘛，你要改变呢？唔对啊！你姐，你知道诶？若是到几啊摆，应该第七个唔对诶。娘啊，有谈到无？有谈到无啦？因娘儿子哦，都起拢个片。唔对啊，真记吼，伊遐年都奈到诶，有可能要种子诶么？我有买一张好，下个进步透露，我就冇法度个生活下去咧。头家，头家，有人在嘛？好势，你做嘛咯？佮当然失败呢，而是点心就提供有糖分就拄好嘛，有拉甜嘛，有甜甜。好到嘞。啊，先锋。阿珍姐啊，你做一点心哦，正经都好事呢。许咪讲哦，是你做个点心哦，我有幸福的感觉哦。我当作你来天使的妹，怎么？啊，做阿美人看到妹按艰苦有嘛事情，当然要出头的，怎么？要听书，记得哈。有几个？阿珍。阿弟啊，慢日记到，你还一天动小爱，你无一天慢通伊亲爱啦。最近会记到对俺好，我讲我想诶，个人慢慢都添麻烦。我想，系做得一世人慢慢了切断关系，俺样记到长做得好好过生活。你太家就使用你，还没转移啦。啊，事情哦，总会解决的。太家做得向我想办法啦。师傅，我强伊打人爱红事情好吗？好啊，你讲。我强伊莫老太家讲，你有拄到爱。佢已經講哦，只要你轉移慢慢聊，佢就答應你分啦。係咪有乜困難？早啲講出來，我讓你聽書啊。
遐去安抚吼，那块弥漫了，当早就开门，休息咧也唔去关门啦，一定得给等伊转去，弥漫给高兴啦。那想安抚头哦，一定睡唔到觉啦。应该无关伊个意思。 看到弥漫了两下的情况，我就想到20年前，我离开个世界，弥漫老声音一定也会安用过的。我只是对不起阿曼西啊，不过我要叫我专业时间，我过去5甘面人的离婚。 都是有那有猜，我只是忙定用帮你讲好。我只是冇想我去到弥漫了。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 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未爱你。冬夜抚琴也将起，有时孤影虚荣起。 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